姐，奴婢带着嬷嬷进来了。嬷嬷可要仔细看看，别最后又怀疑我窝藏刺客，我可担不起这罪名。郡主说笑了。嬷嬷可检查清楚了，我这店里可藏了刺客。回郡主，奴婢检查好了，确实无人。那就赶紧出去向你主子汇报，省得在这惹我心烦。是。一会儿把我换洗的衣裳拿来，这些人这会儿搞得我也没有了泡汤的兴致。是。如何？回殿下，奴婢仔细检查了外殿与内殿，均无他人，只有郡主一人在殿中。王爷放心，郡主一切安好。哼，三殿下现在既不用担心小女的安危，也不用担心小女窝藏刺客了吧？这回放心了吧？宁王言重了。萧星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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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郡主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既然你没事了，外面的人也都走了，你还不起来，留下来看我换衣服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之前郡主对我舍命相救，如今又帮我解了生死之劫数，如此恩情，无以回报。不如我以身相许。许你个大头鬼！小心好，你的登徒子。林主席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只我一人吗？小心好，我不喜欢费心费力的猜来猜去，做了决定又质疑后悔，举棋不定。我与其他女子不同，我不在乎什么所谓矜持或羞于启齿。此刻，我只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只你一人，永生不变。没有弱水三千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我从不信什么永远，人都是善变的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连血脉亲情都不尽信，但唯独你，我愿意去相信世人口中那些所谓的永恒不变。可我又害怕，我害怕天长地久，你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我。我想用力抓紧你，却又怕伤了你。别怕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总会奔向你。
听闻昨日云泉宫进了刺客，险些毁了郡主的清誉啊。臣怎么不知道此事呢？行了，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郡主的婚事，爱卿作何打算呢？臣自是以希儿的喜好为主，但若问臣的打算，臣倒是希望希儿能嫁给一个普通的富贵之家，就算地位低一点儿也无妨，这样微臣可以护她不受欺负嘛。爱卿爱女之心，真是令人动容啊！朕观岳西郡主灵秀大方，朕甚是喜爱，也不知道朕这些儿子当中，有没有她中意的。殿下们若是能看上希儿，那是希儿的福气呀。你觉得老三怎么样？三殿下文武双全，甚是良配。不过不知怎么着，与希儿不太对付啊。那太子如何？太子芝兰玉树，可是，爱卿，但说无妨。臣说这些话可是冒犯了天威啊！请恕老臣爱女心切。上次希儿无意间替太子殿下挡了一剑，他虽不说，但臣知道。小女心悦于殿下，但是殿下一直身体虚弱，臣担心，臣恐怕小女以后孤苦无依，臣有罪，臣有罪呀！看样子是岳西郡主本人喜欢太子，但这老狐狸又担心太子早夭，因此不太放心呢。你说父皇真的会准太子娶了宁初曦？在父皇眼中，镇国公府跟太子是真不和还是假不和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如今太子失弱已是事实，宁王府和镇国公府，一个驻守北疆，一个驻守西域。如果岳西郡主加入太子府后，便可以拿太子牵制宁王府，三方势力制衡，何乐而不为？爱卿，你只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职责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，老臣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。但若陛下替希儿旨，不管是谁，都是我们宁王府的无上荣耀啊！这老狐狸，怕不是算准了朕不敢乱点这鸳鸯谱。看来今日这棋又白下了。所以你们已经……嘘，我跟他清白得很。不过这云泉宫可不比私宅，人多眼杂。既然这三皇子知道宁姐你在，为何还是一副要强闯进来的样子？难不成他想毁你清誉，坐收渔翁之利？我就知道我的闺蜜没有一个废的。那我们这样，哇，这么大！正所谓风浪越大，鱼越肥。谁说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号外！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劲爆款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来，号外，大家来看，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号外！小姐，您真的太神了！谣言真的愈演愈烈，现在五花八门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上热搜了。怎么说？是这样的，今日苏小姐在贵圈私塾发布了她的新话本，洋洋洒洒数十万字，分析了京城贵人圈里不为人知的暗星往事。就是，
现在那些人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了。搞这么大，估计某些人要坐不住了。希儿的身子可痊愈了，谢娘娘关心，已经都好全了。希儿马上年过18了吧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对未来夫婿，可有什么心仪人选呀？我其实已心悦一人，不过不好意思跟娘娘讲，但我父王知晓后已是同意了。啊，不知哪位少年郎能得希儿青睐呀？哎呀，娘娘别问了。希儿，这姑娘家的就要多挑挑，多看看，总是没有坏处的。再说了，我家旭儿也不差嘛，希儿多考虑考虑。娘娘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大家都说他们二人已经是私定终身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希儿从哪里听说的？可外面的小姐们都这么说。唉，这希儿啊，千万不要听外面的胡言乱语。这林家只不过是一个庶女，即便是旭儿看得上她，也不过是一个儒人，无需介怀的。看来小白花在孙贵妃这儿混得不行啊。哎呀，本宫最近事务有些繁杂，有些累了，那咱们改日再聊。是。你月那个林家庶女，你要是实在喜欢，成亲后纳了便是，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吗？这宁初曦是什么身份，你知不知道？娶了她对你有多大帮助，你知不知道？如今太子越来越受你父皇重视，再加上之前太子遇刺，你又被怀疑，你现在在朝中可谓是举步维艰。娶了宁初曦，得到宁王支持，对你来说就是百利无一害的事。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旭哥哥，娘娘又逼你了是不是？月儿，对不起，我。旭哥哥，你是不是还是要娶月熙郡主？月儿，对不起，无论我娶谁，我心悦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只是如今形势所迫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我都知道，不怪旭哥哥。玉儿只要能和旭哥哥在一起，玉儿不委屈。宁初曦，北疆传来了战报，北琼果然出兵了。哼，这些宵小，到了好好收拾收拾他们的时候了。为父不在的时候啊，你要万事小心。我在府中给你留了府兵，别怕得罪人，该用就用。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，就交给太子去搞定。若是这小子也搞不定，你就忍忍，等为父回来给你做主。老头子，你就别操心我了。战场凶险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我还指望你平平安安的从战场回来替我撑腰呢。你就放心吧，你父王可是朝廷的猛将，等着我凯旋而归吧。
小美啊，再过2个月就是年关了，咱们府的年货该置办起来了，衣服也该做起来了。小姐不用这么破费的，咱们府上下人的衣服每件都有新做的呀。好啦，老头不在，我这第1次当家，咱们这年一定得过漂亮啊！听我的。嗯。还真是晦气，哪哪都有这小白花。想来不久后，我就有幸叫郡主一声姐姐了。哼，笑话！你我既非姐妹，又非密友，你哪来的资格叫我姐姐？哼！等到郡主入主三皇子府，我可不就是有幸能唤郡主一声姐姐了？你瞎说什么疯话呢？宁初曦，别怪我太狠毒，是你挡了我的路。快来人啊！有坏人劫走了郡主，月喜郡主被劫走了，快来人啊！嚷什么？我家小姐呢？不知道是谁闯了进来，直接就冲着郡主来了。他们掳走了郡主，我想拦没拦住。来人！你们几人，给我将这宇昌阁围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们带人给我全城搜，人不够就回王府调动所有府兵，城外也不能放过。还有，派个腿脚最快的去通知太子府。是。这场绑架，看样子是早有预谋。我现在浑身无力，动一下手指都难，更别提呼救了。车中是何人？阿爸，回官爷，这车中是我买来的媳妇儿。林玉带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治不好了，我这准备拖到乱坟岗给他埋了。官爷，这恶疾和传染可得小心啊！他一发病就抽搐，许是碰到了香桂。官爷要不看看？赶紧走！真晦气！哎，谢谢官爷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若是到了荒郊野岭，可就真的难逃了。京城各处眼线遍布，他们藏匿不了人，他们不敢在城内逗留太久，带人去城外搜。是。你粗鲁点啊！我还等着呢。知道了，你把我帮这娘们细皮嫩肉的，我先替你验货。快点啊！好。好了，你别费劲了。
这麻筋伞可以要到10几匹壮马，更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叫啊，叫不出来吧？一会儿啊，还有你哭的时候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没事了。你来了。我们回家。等等，你的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去吧，别怕。没扎穿，真可惜。郡主饶命！小的也是被人收买，小的以为只是普通的商家小姐，小的如果知道您是郡主的话，打死小的也不敢啊！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吧！郡主放过我吧！睡吧，睡醒了，噩梦就远去了。我说过的，你身后不仅有宁王府，还有我。
双手，今天第一次杀了人。不久前，我还以为萧心恒当着我的面杀人，而拖了几天，现在却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将人杀死，我还真是长进了呀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醒过来想见我，却见不到我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我没事。还好太医说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那把剑落下的时候，我的2只手都在抖。不，我当时一直看着你，你没有抖，你很果决，也很勇敢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手现在还在抖？你看，我握住它，它就不会抖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无法适应。我能有什么事？难不成你还怕我自杀？林玉带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死我，他可太天真了。我不会死的，萧心恒。我从来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贞操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就算当时我被人侮辱了，我也不会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相见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织眠，花落之间在爱里翩，哭吧，没事的。我在。我当时都怕死了，动都动不了。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？我以为我自己要玩完了。他妈的，林玉带从哪找的这么恶心的人？我要弄死他！还好我藏了簪子在手里。我亲手弄死了那个男的，我可太厉害了。
哭累了吗？有点。怎么了？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，我们纸短情长。